承蒙城主不弃，与属下一结金兰。属下与玄虎一役，身负重伤，命不久矣。膝下有幼女楚楚，无人照看，我欲将其托付于城主，盼他成才，继我衣钵，报效花园。盼我成才，继承衣钵，报效花园。原来我生来就无法做城主，那为何又要给我希望？楚楚，你都知道了。你也早知道了吧？陈芊芊也知道吧？你们都知道，却偏偏不告诉我，让我白白做了一场大梦。我亲生母亲是前任裴思君，她把我托付给城主，就是为了要让我继任思君的。所以，我从小到大学文习武，没有经历卓考，就被点名暂代思君一职。思君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可现在，思君是裴公子。所以，我要先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们是去做生意，不是打仗。派一小队人马，防备山贼即可，尽量避免与玄武城发生冲突。冲突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吗？你们以为与玄虎城还能和以前一样和平共处吗？送二郡主回府。我不是二郡主，我是裴思君。二郡主，如果你想夺回思君之位，也应该是陈思君，为何会是裴思君？若我是已故裴思君的女儿呢？郡主，您说这话可有证据？你没想到吧？我不想做什么少城主了。陈芊芊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要。我现在只想做裴思君。既然哥哥不愿意在人前认我这个妹妹，那我只有自验正身了。裴思君居然还有个女儿，这个玉佩果然是已故裴思君的东西。这自己也做不了假，两个人都姓裴，我们到底听谁的？当日哥哥是以已故裴思君独子的身份收服了护城军。那么今日，我这个裴思君的女儿，是不是比一个男人更名正言顺？花园城的护城军，何时向一个男人低过头？你为了接手护城军，不惜自曝身世。其实你根本不必要这样。现在已经没人跟你争了。花符呢？裴公子得罪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园城新一任思君，名正言顺的裴思君。拜见裴思君。听说你从裴恒手中夺回了思君之位。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怎么能叫做夺呢？我又听说，你将城主府保护了起来。
母亲，您累了，该好好歇息。女儿想让您好好调养身子。可整个花园城都知道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还怎么继任城主之位？母亲放心，我只做司君就好。女儿已经想通了，只要权力捏在手里，做不做城主又有何区别？我有我亲生母亲留下的护城军，我为何要与别人抢一个城主的名头？您看，我现在坐镇军中，花园城的巫石矿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您不也拿我没办法吗？我就是怕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所以才不想把你的身世告诉我。您还不如早些告诉我真相，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。看来是我错了，当年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开心一点。从小到大，在您面前，我一直都输给陈芊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向您证明，我比她强。你一定要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您放心，我不会再杀他。但他也别想躲起来和韩硕长相厮守。我要让他回来，让他看看他是怎么输给我的。在你看来，我在你眼里就没有半分母女情谊了吗？